定被我抓到了吧？嘘，别说话，跟我来。哎，谁在里面啊？侯国庆。哎，你敢不敢跟我玩个游戏啊？大人，小人亲眼看见朱天祥将汪文言送上了马车，出了京城，属下已经派人跟上了。很好，朱天祥人呢？已经打道回府了。你们听好了。各位爷，这是本店的招牌菜荷叶无骨鸡。放下吧。哎，不行，这需要我用专业的手法把它拆开才好吃啊！有事儿？干什么呢？快点！好了，我正在用专业的手法拆这只鸡，这样才好吃啊！好了，来了啊！请品尝。站住！再来一壶酒。好的，马上就来。怎么弄啊？这个呢，是我发明的偷听碗。我通过实验发现，声音呢是可以通过某些东西来传播的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听到楼上的脚步声。我的这个发明就是利用了声音的传播，我用一条丝线加2个竹筒连接起来，这样就能听到侯国兴在那边说什么了。你们都听好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抓紧办理。我说的不够明白吗？属下明白。一拳翻头。老大王文言杀无赦。是。喂，他们在说什么？快告诉我！他们说要刺杀汪文言大人，地点是在哪儿啊？走。地点在哪儿？快告诉我！方大人是忠义之士，不能不救。这么重要的消息，我怎么能轻易告诉你呢？求求你了，若楠大小姐。哎呀，我们小王爷也会求人啦，是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好吧，有什么条件你说出来，我答应就是。这个是你说的啊，我可没逼你啊。哎呀，是我主动要求的，行了吧？我要你做3不男人。什么3不男人？不许欺负弱男，不许不理弱男，不许欺骗弱男。这也太难了吧！你不答应就算了。好，我答应。我朱天宝对着，我朱天宝对着窗户发誓，不许欺负弱男，不许不理弱男，不许欺骗弱男。那你要是没做到呢？那就天打雷劈。够了。他们刺杀汪文言的地点是京郊松竹岭。松竹岭。
国兴。王大人，一入东林便是地狱。这句话当初没有人告诉你吗？我严党，我就是下了地狱，我也要把你们告上阎罗殿，让你们不得好死。对。你的飞镖暗器都是不长眼的，万一伤了汪大人怎么办？我发明的竹叶扫射枪就不同了，汪大人身上就算落满了竹叶，也是毫发无伤。周天宝，哎呦，这不是锦衣卫千户京城4大恶少的第2名侯国兴侯大人吗？哎呀，你怎么有这份闲心在这儿纳凉啊？周天宝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不放我下来，我就要……你就要怎么样啊？你现在攻击我的唯一办法就剩下吐口水了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嘿，有志气，还真是栋梁之才啊！哎呀，今晚有的玩了，把他放下来。是，小王爷。朱天宝，哎呀，炸掉下边做了太监不要紧，他毕竟是太监的干儿子嘛。但是要炸掉下巴该怎么办？哎呀，那可真够可怜的。那以后吃饭要找人帮忙啦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尿急啊？那我先点下边好了。啊？有什么话要说呀？快说。朱天宝，咱们有话好商量，你先放开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真的？真的真的。那我让你迈入剑兴王府为奴，你干不干啊？你说什么？为奴？好，吴大人。不过口说无凭，咱们立字为据。锦衣卫千户侯侯国兴发誓不再伤害汪文言汪大人，并自愿迈入剑兴王府为奴，赎身款为白银5万两。你，好，只要你不点，我什么都答应。麻烦吊在空中的各位做个见证啊！多谢了。走吧。朱天宝，朱天宝，放开我！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你这个骗子，大坏蛋！感谢天宝小王爷和杨姑娘的救命之恩，汪某来日必报。也请2位回去转告杨大人和老王爷，不铲除阉党，汪某誓不甘休。汪大人，您多多保重啊！小王爷，后会有期。我走了。哎，等等我！监护大人，快！监护大人，卑职来迟。养你们一群饭桶！今天的事情，谁都不许说出去，违令者死。是。笨蛋，饭桶，笨蛋！今日我侯国兴在此发誓，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手刃朱天宝，以雪辞恨。
哇！天宝这个孩子呀，聪明机智过人一等，就是太离经叛道，不学好，让人放心不下。老奴倒是觉得，小公子表面上玩世不恭，可事到关键总不会出错。是啊，当年父王把王位传给我，也是出于这种考虑。王公世家，如果一副关心政务的模样，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。而天祥这个孩子，对政务太感兴趣了，真让我担心呐。那您的意思是，世子之位，暂不考虑二少爷了？小公子，你回来了！哎，你昨天偷偷溜走，王爷都快被气。你喊什么呀你？啊，父王，天宝回来了。真是个孽障，把你关起来，你竟然偷偷跑出去，还把人家若男绑起来。说，你跑哪儿去了？父王，请您息怒啊，孩儿去帮您做了门生意啊。做生意？啊？你去赌博了？啊？你真是气死我了！我们建兴王府的家业，迟早让你给输光了。没有，我没有赌博啊，父王，我还帮您赚了5万两呢。不信您看我签订的契约。你看。你竟然让侯国兴卖身为奴，这何止是胡闹，这是闯祸！父王，您不知道，这卖身契就是保命符，我不这么做，那侯国兴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小公子，这卖身契为什么是保命符啊？昨晚侯国兴率领锦衣卫要对汪文言汪大人不利，正好被我给撞上了，我用巧计救走了汪大人。还把侯国兴给狠狠地整了一顿，就签下了这张卖身契了。王大人现在何处？他已经安全离开京城了。刘福啊，加派人手，以防侯国兴找咱们麻烦。父王不用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侯国兴现在欠我5万两白银，他躲我都躲不及呢，绝对不敢上门找我麻烦的。看在你救汪大人的份上，为父呢这回就饶了你。谢父王，那没别的事，我回房小睡一会儿。走吧。这小子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，胆大包天，机智过人，也好，灭一灭阉党的气焰，消消我心中的郁闷。啊，来，走。这汪文言还真是好狗命，居然3番2次的逃过劫难。督主，把人交给我。算了，汪文言手中那个证据已经没用了，暂且饶他一命吧。倒是那个朱少宗那个小儿子叫什么来着？朱天宝。朱天宝，属下查过，那天把天一帮龙天霸骗来戏弄督主您的就是他。龙天霸怎么了？死了。死了？堂堂锦衣卫千户，斗不过一个小杂碎，还把汪文言给弄丢了。哼，锦衣卫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幸而无能，我已发誓，非将朱天宝这个杂碎千刀万剐。你要真有这种本事，朱天宝能活到今天吗？还有，督主的心结
是朱少宗。义父，看我怎么整治他们一家人！若男，若男，我有东西送给你。哎，好啊，你早该嫁了，嫂子，恭喜你！你叫什么？嫂子。朱天宝。若男，你不要脸！胡闹！爹，我没看见你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又跑去砸了迎春楼了？迎春楼是妓院，活该被砸。哎呀，你在京城啊，已经砸了5家妓院了，你知不知道给爹添了多少麻烦？爹，您知道我最痛恨男人去那种地方欺负女人，而且那里的老鸨逼良为娼，我砸了那些妓院，也算是为爹您积德呀。哼哼，你别说那么好听的理由了，你砸那些妓院不就是为那个混小子天宝吗？还有啊，你昨天晚上一夜未归，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啊？我是跟他在一起，我跟他一起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现在郑重告诉你，你的对象就是天祥，除了天祥，你谁都别想嫁。我不要，我不嫁。什么？我不嫁天祥。你不嫁，由不得你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一意孤行，整天一定要跟天宝混在一起的话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别想离开这房间一步。我不嫁，不嫁，不嫁就不嫁。你的对象就是天祥，除了天祥，你谁都别想嫁。我不要，我不嫁。什么？我不嫁天祥。你不嫁，由不得你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一意孤行，整天一定要跟天宝混在一起的话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别想离开这房间一步。哼！我不嫁，不嫁，不嫁就不嫁。大果，你说我为什么那么倒霉啊？第一次出远门就碰到这样的事情。他就是个无赖，是个流氓，整天油嘴滑舌、嬉皮笑脸的。他是个坏人中的坏人。可是我为什么老是会想起他呢？哦，陆老哥，你嘴巴上起的水泡，我嘴巴上也有，会不会是你传染给我的？你没事吧？干嘛？你要杀死我吗？不，我没看见你。没看见我？我的病，我的病！哎呦！二哥，咱们兄弟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，我弄了一杯新发明的鸡尾酒给你尝尝。啊，这是一个洋传教士教我的，我把它改良过了。白酒2杯，绍兴酒1杯，葡萄汁3杯，橙汁1大杯。这鸡尾酒叫爱情的滋味。爱情的滋味？对，尝尝看。如何？
喝起来有点酸、甜、苦、辣，所以才叫爱情的滋味吗？现在想来，父王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。大哥死了之后，他总是思念你，加上他现在又考虑立世子的事情，看起来老了好几岁。二哥，我自认呢没有能力，我也没有资格继承王位，而且也不喜欢那种被束缚的生活。你胸怀天下，正是最合适的人选，所以你别考虑了，只有你才能继承王位。天宝，你能力与众不同，如果你能当世子，一定也能光宗耀祖。想当年，太祖皇帝指挥100万雄兵，文有刘伯温，武有常遇春辅佐，这才灭了元朝军队，建立了我大明王朝。可现在奸臣当道，正是需要二哥你这样的人，才能重建我大明王朝。而我就是个纨绔子弟，如果我能自己选择的话，我宁愿生在一个布衣之家，云游四海，了无牵挂，追求我心目中的爱情。如果这些话让父王听到，他一定很伤心。虽然他对你很苛刻，但我知道，他最疼的是你。二哥，是你的就要争取，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。你想，杨连杨大人，他当然要把女儿嫁给雄才大略的建兴王世子，所以你绝对不能退让，我会帮你一起争取。干杯！干杯！爹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回房休息了。小蝶啊，坐一下陪陪爹。哦。小蝶，哎，你娘死得早，所以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可以帮你找一个好的婆家，然后希望你好好的生活。好端端的。怎么突然说这个了呀？你也到了出阁的年龄了，已经有很多媒婆过来提亲了。真的吗？爹，你不会答应了吧？来提亲的那些人家呀，别说是你了，连你爹我都看不上眼，所以全都回去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可是杜三娘她一直逼我，希望可以将你嫁给金刚。虽然你从小跟金刚一起长大，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你的意见嘛。爹，金刚是我的好朋友，可是爹，我一点都不想嫁给他，所以你千万不要答应。那我知道了。但是小蝶，你总得嫁人嘛。其实我只想好好的陪在您身边，好好的孝顺您。傻孩子，哪有女儿家长大了不嫁人的？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嘛。爹，人生在世，不必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，这不是您告诉女儿的吗？看什么看啊？哦，你还看？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的。各位乡亲，各位父老，哎，过来看一看啊！
来看一看啊，各位父老，各位乡亲，在下正在寻找一个可恶的淫贼。淫贼？现在重金悬赏，慢下，这个念什么呀？通缉此人。哦，重金悬赏，通缉此人。如果有人能给我提供线索，可免费在千金堂抓药一副。对。别走！哎，别走！哎，别！2副药啊！怎么样？外加我们张半仙替大家免费算命一次啊！算一次命！哎，张大仙，我们在特地之期，帮我算算去哪儿了呗？哎，张半仙给我算过命，一点都不准。哎，张督凤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不是不准，是事情还没有发生。你说我会当大财主，等我发财了，说不定已经进棺材里边了。不准！算一次，就一次，哎，就一次。不算了。不是，慢仙儿，金刚，我感觉真丢人呐，赶紧走吧。不行。这个淫贼敢欺负我未来的媳妇儿，我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非得找到那张秦小蝶的嘴，把他撕烂不可。哎，大爷，您看看，哎，笨金刚，画了些什么呀？还是我自己画好了。一起火焰圈，深情所总会变花花，情歌两三年，一出的江河，不知谁知思念深。我已经大坏蛋，让你欺负我，让你欺负我，大无赖！欺负我，哼！鼻子长得好看，了不起啊！真是小蝶，好啊you？什么油啊？我问你好啊you，你就要说饭3克油。做饭3克油，4克油呢？这你就不懂啦，这是洋文，我从大不列颠传教士那儿学的。哼！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问你好，你就要说好；3克油就是谢谢，4克油就是不客气。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反正我是听不懂。没事，还有啊，以后呢，你就别叫我侯姐姐了，叫我侯朱姐。侯朱姐啊？哪有女孩在自己的名字里加个朱字的呀？哎呀，不行，太难听了。这你又不懂了，这也是洋文。我姓侯，hold 得住就是我的英文名字，所以你叫我侯朱姐。你看我这满身洋装的，洋里洋气的，真好看啊！我待会儿去看谢不败的诉讼表演，你看我准备了横幅呢。当，不败，你最可爱。怎么样？你要不要去当我的啦啦队，帮我欢呼叫好？你说我会不会取得谢不败的芳心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呢，我不想去。哎，你
不是还没有从京城那个阴影中走出来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哼，金刚都知道了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金刚，金刚，小蝶，被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小点声，别提这事儿了。哎呦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就是一下吗？可是，这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。想象中的是什么样？我想象中的应该是在白云泉边，天上有一弯明月，我和我心爱的人相互诉说着彼此心里的秘密，他还会送我一样心爱之物。然后呢？然后我闭上眼睛，翘起脚尖。那你当天闭上眼睛翘起小脚了吗？哎呀，你神经啊！那个人是坏人，是个会欺负我的人。小蝶，如果是个坏人，你就应该狠狠地揍他。要是换做我，我还是花花大闺女，没有被人亲过。你呀，还是去找你的谢不败吧。好吧，那我就去看我的谢不败的诉讼表演了。待会儿我再找你去逛街啊。Goodbye， 再见。拜拜，拜拜。叫你欺负我，叫你欺负我，你这个猪头！哎呀，二哥，你就按我说的，进去对若男说些好听的话，夸奖她，赞美她，女人最喜欢听这些话了。好，我试一下。哎，记住啊，一定要弹琴给她听啊！女人一看到男人弹琴的样子，马上情欲高涨，投入怀抱，任你摆布。好吗？这样，相信我啊，这是得到若男最快的方法。哎呀，反正你别想那么多，听我的就是了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快去啊！大人，天祥拜见杨大人。哎呀，天祥来了，来，快请坐，请坐。看茶是。来，坐。好，谢大人。你别客气，我们两家的交情深厚，以后你到我们杨家就不必客气了，当自己家一样啊。好，多谢杨大人抬爱啊。天祥素来仰慕杨大人您为官清廉正直，学问才高八斗。上次和我父王前来的时候，没能好好向您请教。以后杨大人府上有什么晚辈可以鞍前马后尽一份力的事情，尽管告诉晚辈，也好满足晚辈的心愿。好，你看看，多优秀的孩子！我真不知道这个若男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哎，其实我跟你父亲一直都很希望你能够跟若男成亲。若男呢，他就偏偏喜欢跟那个天宝在一起。哎，天祥，你可要加把劲儿啊！好，天祥会努力的。好，好了，你呀，现在就去看看若男。昨天他被我数落了一顿，至今还不肯吃东西，帮我劝劝他，啊？那我现在过去了。好。若男，我是天祥。是天宝让你来找我的吗？不是。若男，你今天真好看。我以前不好看吗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今天特别漂亮。
你别讽刺我了，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也没吃东西，现在是我最丑的时候。我给你送来了。杨大人说，你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有吃饭，来，趁热吃一点。不想吃。要不这样，我来为你弹首曲子，如果你觉得好听，你就边听边吃，好吗？你别弹了。怎么了？弹得不好，惹你不开心了吗？要不这样，我出去给你买点吃的，你爱吃什么？你们从来都没有人关心我的感受，只是问我需不需要吃饭，需不需要嫁人。我不需要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我需要的是天宝。你快走吧。啊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等，你知道天宝有个喜欢的女孩吗？天宝喜欢的女孩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见过他喜欢过哪个女孩。也对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天宝说他有喜欢的女孩子，一定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臭天宝，差点被你骗了。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骗你？就是怕我缠着他呗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是怕我缠着他，我就越要缠着他，我要缠他一辈子。你肯吃东西了？被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吃啊？不了，我吃不下，先走了。金祥哥，谢谢你啊！从小到大，只要我一不开心，你就会立刻出现在我面前，像哥哥一样哄我。我走了。哦，哎，二哥，主动出击的结果如何呀？有没有赞美他？赞美了。啊，那有没有弹琴给他听？弹了。那他有没有被你感动，然后对你主动投怀送抱啊？他满脑子想的还是你。这死心眼真是的。哎，总之你绝对不能放弃啊！不如这样，我帮你设计一个洋人的浪漫的求爱场景，你用深情的告白向他示爱，我保证你肯定能打动他。再说吧。对了，我现在要去新王府，新王是皇上的亲弟弟，这个宴会宴请了很多宾客，对我们非常重要。这个宴会上除了可以认识一些官场上的朋友，大家还想借此机会展示才华，博得信王的赏识。你和我一起去吧。哎，算了，我对仕途没兴趣，而且我最讨厌那些官二代的嘴脸，每个人都摆出虚伪的笑容，不如到民间去体验体验最真实的生活。民间？啊，对啊，青楼那地方最真实。拜拜。小美人，别跑啊！哎呀！别跑啊，小美人！这样不行。往左边一点，哎呀，右边。
小美人，过来。怎么，二公子也来了？侯大人，好久不见。是吗？好像前几天才见过。侯大人，好像认错人了。有可能。来，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。别跑啊，小美人！好，在那边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武陵王世子吴坚，这位是德胜王世子朱瑞珍，这是忠永侯世子卢猛，他是建兴王的二王爷朱天祥。二王爷，各位，久仰。哦，对了，二王爷获得世子之位了吗？目前，父王尚未做出决定。哦，哎呀，信王爷今天请的可都是我们这些王公世子，他怎么就是？天祥兄，你有收到信王爷的邀请函吗？在下收到的确实是信王派人送来的请柬。那一定是弄错了，你又不是世子，哪来的邀请函？是啊，走，咱们那边看看。走。走了。对了，你还是早些回去吧，别在这里自取其辱了。这些人太无聊，我找他们理论去。侯兄，我没事，你不用为我出头。哎呀，二公子，真是抱歉，让你在大家面前丢了脸。侯兄，你继续玩吧。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别告辞，你才刚来，节目正要开始。本王有赏。好，大家都玩高兴了吧？高兴啊！花也赏了，酒也喝了，咱们开始余兴节目，射箭。好，今天谁要是拿了第1名，本王有赏。好，就从本王开始吧。好，来，恭贺箭。信王，射个木板有什么意思？要射就得射活人板，对不对？活人板有意思。好主意，谁出来当我的活靶？我来。天祥堂兄，这不好吧？万一把你射死了，本王可不负责。我相信信王一定能够射中这个苹果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相信本王，本王就好好的表现表现。好，信王箭射得好啊！信王，该我了。二公子，把苹果抛至天上。好箭法。好，二公子，该你了。报仇的机会到了。鲁莽，我可不会射箭，没让你射箭，是让你当靶子啊！哎，来吧！哎，卢世子，拿好了，拿着。
好一个百步穿杨！天翔堂兄，今儿的射箭比赛你是第1名。下面我们开始第2项比赛，踢毽子。好。走吧。二公子的射箭功夫真是一流，今天真是开了眼界了。哪里，不遑侯大人多惹。既然这么投缘，那我们另寻别处，好好喝2杯。请。久闻二公子才华横溢，文武全才，今日有幸得见，咱们当痛饮一番啊！来，多谢侯大人抬举，也感谢侯大人帮忙。他们欺人太甚，我就是看不惯这些仗势欺人的奴才。锦衣卫不也仗势欺人吗？这锦衣卫或许会仗势欺人，但我侯某不同。我要也仗势欺人的话，那日汪文言出城，他走得了吗？那日我本奉命捉拿汪大人，结果有一个蒙面人出现搅局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个蒙面人应该就是二公子你。侯大人如果一定认为是我做的，那为何要放过我？因为我欣赏你。二公子才华横溢，亘古未有，将来的前途自是不可限量啊！你可不能因为碍于父命，而将你的前程毁了。侯大人为何对我说这些话？因为你跟我一样，我们都有一个见不得人的出身。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二公子，你可知我是何出身呢？我母客氏，虽为当今圣上的乳母，但我父侯二不过是河北定兴一民夫。你虽贵为二公子，但建兴王怀疑你非他亲生，所以迟迟无法将世子之位传给你，对吧？你怎知我身世？东厂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二公子天赋异禀，是难得的人中之龙。只要你选对了边，将来的前途自是不可限量，说不定还能出将入相，名留青史呢。侯大人说了半天，原来是想让我加入你们呢。我劝你别白忙，我对仕途一向没兴趣。是吗？那今日你到信王府，用意为何呀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和其他的王公子一样，希望受到信王的青睐，进而求取功名。二公子可以不加入我，但侯某赏识二公子的心不变。只要你说一声，我可以助你取得世子一位。我不想再谈此事了。好吧，二公子的家事呢，我不便过问。不过今日和二公子畅饮，非常的愉快。不如这样，以后你我兄弟相称如何？我比你虚长几岁，以后就喊你贤弟吧。我先干了。我也干。好。加码了啊！加码了啊！重金悬赏，通缉此人。如果有人能提供线索，我们可以免费让他从千金堂抓药10副。那个蹦台客栈免费食宿2天啊！让开！美女，过来跟我们少爷玩玩吧！少爷，你看，烧饼，过来看什么呀？少爷，你尝尝。新出炉的烧饼，好吃吧？烧饼嘞！
哎，少爷，来点烧饼吧。哎，少爷，您尝尝。什么烧饼？少爷，我吴小郎的烧饼，5文钱一个。哎，谢谢。说什么呢？少爷，他向你要钱？是他这么难吃的烧饼还要钱呢？就是什么难吃？我看你想赖账。他说我不给钱，赖账。你知道我们少爷是谁吗？你不想活了啊你？走！你给我记好了，本少爷叫贴脚面，在整个城里吃东西就没给过钱，记好了吗？记好了，记好了吗？这位兄台，有什么事情吗？这画的是你吧？人怕出名，猪怕壮啊！你说这个人出了名有什么好？跟着屁股后边要签名。不过兄台，你画的我也太丑了，要不将就将就签一个？签一个，拿笔签一个。我问你，是不是欺负过一个姑娘？什么？我问你，是不是强吻过一个姑娘？哦，这位兄台。我亲过的女孩太多了，不是我要亲她们，是我要不亲她们，她们睡不着觉。不过麻烦兄台一下，你给提个醒，哪家姑大家饶命！我刚才吹牛呢，我哪亲过什么女孩啊？我就是有这个贼心，也没那个贼胆儿啊！哎呀，要你看起来就不像好人，长得跟癞蛤蟆似的。哎呀，金打，来让我练练。哎，大家饶命啊！呀！大家，有件事行吗？咱别打脸行吗？哎呀！糟糕，被他发现了！哎呀！朱天宝，朱天宝，还想跑？大小姐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缠着我了？好啊，那你要答应和我约会，我就不缠着你。好，不就是约会吗？我答应你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呀，但是不是现在。那什么时候？花前月下，垂柳西岸。好，
金刚今天真是为我们出了一口恶气呀！是啊，你们没看到贴脚面在金刚脚底的表情吗？那才叫贴脚面。那个好，那个家伙就是欠揍。以后我就揍谁呀？你揍谁呀？刚才就是你一个人打一群人是吧？是我。这个官府都派人来嘉奖我了。不用，不用，带回府衙。不是，我刚才是行侠仗义我。回衙门再说，走。我是行侠仗义我。走。快跪下，快认个错。我错了，给您惹祸了，派您花费钱财帮我保释出来，我保证以后自废武功，再也不有人动手了。别那么激动啊！哎呀，你在说什么？自废武功？你岂不是辜负了我多年的希望吗？在我的眼里，总会有一天你会成为名留青史的盖世豪侠。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？对，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嘛。反省什么呀？哼，天塌下来有姑给你顶着不是？况且金刚，你做的是打抱不平的侠义之事嘛。姑啊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这是好事。还好事啊！被人告上衙门了，弄不好还要坐牢啊！哎呀，你不明白，我觉得呀，我们娘俩的运气来了。起来！我也不明白。那你想想啊，你为了小蝶帮他出头，帮他出气，打了人，惹了官司，那时候小蝶他能不感动吗？孟老哥也一定会帮你打官司，我也就有了机会。不行！孟老哥的水准呢，在定州城呢，谁不知道啊？能打赢官司的都会输啊！我说金刚，要想赢这场官司，一定要请出定州城第一宋师谢不败才行啊！我这就去想办法，拿着。找什么谢不败呀？我们有孟老哥。息怒啊！哇，这灯里有好多萤火虫啊，真漂亮。天宝一定花了很多心思。若楠，你怎么来了？